首先同你講嗰時話啊，我哋會做一個 still life 嘅主題。咁你當時第一樣諗起嘅畫面會係啲乜嘢咧？即係好王家衛、張國榮嗰啲哦哦80年代一個客廳，一定係有張花台布，有盞好柔和燈光，咁但係又冇物件嘅上面。咁所以我諗你講 still life 嗰陣時，我諗嘅係比較係一個場景氛圍咁樣。喺你嘅藝術創作入邊咧，你係點樣會去選取即係邊個媒介去做咧？每次我揀媒介最取決於係我想個作品同觀眾個關係同交流係乜嘢。如果嗰個係淨係被觀看同觀看嘅關係，咁可能就會係一啲可能視覺元素啊，或者拼圖啊咁。你一路會有 keep 起一啲呢啲紙盒嘅一啲物料啦，咁同埋其實一個咁唔叫做唔起眼啦，或者一個係超級配角嘅一個物件咧，咁但係你又將佢係好似承載緊一啲好重要嘅一啲記憶喎。咁其實今次呢個系列嘅作品，你又點樣去詮釋呢件事嚟嘅？個蛋糕盒我就摺埋咗，咁樣放咗入結，咁就翻嚟執行李咁樣攞翻出嚟。咁打翻開之後就見到，咦，佢好陌生啊！即係一個好似一個載體由 3D 變做 2D，但係佢反而就好似變咗好多一格格嘅可能性，好似一個 floor plan 啊，可以放好多嘢喺入邊咁。物件上就係呢一個 cupcake 嘅一個紙盒演變成嘅一個2D 狀態咁樣，咁但係其實你最想喺呢一個物件入邊講出嘅故事，或者想表達嗰樣嘢係邊一方面嘅情感咁樣咧？今次畫嘅係油畫，好薄圖咁樣，即係直頭有啲位係可能畫到7層8層，甚至細畫嘅 background 都係有5、6層。咁我亦都會揀可能朝頭早有日光啊，或者配一啲比較 mellow 嘅音樂啊，即係成個人係好 calm 好 enjoy。